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台湾新眼界》，我是阿明陈伟民。全球当年大约有13亿吨的这个粮食被浪费去，在台湾平均是大家人每吨有158公斤的粮食拍算去。这个总数量已经会当互这个低收入户食了几啊吨。今日咱的来宾，伊看到安尼真无彩，创立了台湾第一间实体食物银行，伊利用资源这个整合。用超级市场的方式来经营食物银行，互有需要的人伫咧有尊严的这个情况之下，满足因的需求。介入理气团不足，富美男子小福星，伊是陈介虎，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，要带你了解伊的故事。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秘书长，当时嘛是红十字会台中支会总干事的陈介虎，投入公益事业已经数十年的时间。不过，其实一开始，伊是伫工业区内面的上市公司做主管，会开始加入非营利组织的服务。除了朋友的邀请，甲伊的个性有真大关系。我以前是企业啦，我是台中工业区一间上市公司遐做一个主管吼。啊，对阮一个同事吼，因本身因厝的是台中是一个足大间的迄个机构吼，迄个因是服务一寡身心障碍，甲服务一寡迄个算是一个中途之家小朋友一种机构啦。伊迄时阵个问讲，伊有迄个机会吼，找我转来遮，即个所在吼，替伊做一寡代志无安尼啊嘿。啊，我感觉讲人的一生啊吼。阮一企业嘛，会算做了也袂歹吼，啊嘛，甲头家趁袂少钱，啊有一个机会吼，啊做看无共款的工课吼，我讲会使来试看卖吼，啊当中讲实在是想要试一个无共款的迄个环境吼，啊我本身的个性嘛，就喜欢找迄种无共款的代志。加入红十字会，开始甲公部门合作，接触到食物援助的相关内容，嘛互陈介虎开始思考，要如何互食物援助的资源莫受到限制。我是99年开始接触迄个台中市政府，台中迄时阵还袂县市还没合并的时候，台中县政府一个叫做希望包裹万家灯火，这样安尼一个服务。啊，其实迄是一种叫做食物援助、食物援助，就是我去买物件，我来送互阮社区有需要的人。我就感觉讲，咱政府因为迄资源有限所以我就甲这个资源搁做较大所以我想讲，啊，咱就来去找企业去募资。除了找企业加入，嘛学习国外的经验，将食物银行的观念再转来台湾。我看国外是安怎去做啊，阮是国外，我就看讲，国外有一个叫 Food Bank，那 Food Bank 就是食物银行。啊，食物银行其实伊有两个意义，一个是迄个帮助人，第二个意义就是讲避免一寡浪费那避免浪费就是因可能去找企业，讲你有一寡 NG 品，毋过迄无食安的问题你一寡 NG 品，还是你是一GG 品，你来交互我啊，我来送互社区有需要的人。安尼，咱的物资每一届分的更较丰富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就开始讲，我就来甲这种食物银行的理念带来台湾。有想法要来推动食物银行的观念，毋过需要空间大的地点，就伫一个机缘之下，找到一位300平、租金只要15000块的所在。你讲就阮拄入来的时阵，其实这边差不多有一半都无租出去。啊，这边的厝主是这300平。甲遮逐个月拢爱纳迄个伊的管理费，啊，来甲欠一笔钱安尼啊，伊讲我怎入来免费由阮用，我家己纳管理费，啊，佮伊纳迄个迄叫做房屋税，阮就使入来。啊，我算，我问讲管理费偌济，15000块，15000块实在是足俗的，300平15000块我就定来甲因开玩笑，我是半暝仔就紧搬入来。对家己开始做起，希望成为一个标杆，实体的食物银行算是做了真成功，嘛成为真好的示范点，提供经验辅助其他地方成立，希望共同用分享来取代浪费。
欢迎咱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秘书长陈介虎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主持人阿碧啊你好。你好，哇，咱咧讲哦，较早这个人参啊吼，有的人讲扣食，扣食是台湾一种真好的这个美德啦吼。不过最近现代人这个美德豆豆啊失传去了。啊，你看到这个情形，成立台湾头一间这个食物银行，是安怎当初时有这个想法的？其实食物的元素是咱台湾最阮细汉就有啊，吼，咱有可能是过年的时阵，也是特别的节日的时阵，咱可能甲一寡物资吼，送互咱咱这样较辛苦的一种人，吼，咱会做这个实体食物银行，就是讲，咱咧观察咱台湾咧做这种食物的帮忙的时阵，有这种较大的缺点，就是讲，伊可能是逐个月，吼，也是2个月，你送的物资，伊的物件是一包物资，还是一袋物资，这是无法度去选择的。阮伫甲台中市政府在斗相共去分这物资的过程里，阮就想讲，咱阵若有法度甲这种服务甲转化，怎你有法度入去抄去市场里去选你有需要的，你会使扣你家己爱的物件，所以阮就讲，阮来找一个场地，个来去做起来。迄个时阵都是台中市啊，吼，第一广场，即款叫做东协广场哈。这广场吼有足侪迄个厝租袂出去，是，哦，一个厝主过来找阮讲，阮阵也会使入去用，有差不多300平的所在，这个所在免费互阮去运用，哦，阮家己付管理费。我想，这是足好的机会，咱甲咱的想法啊，吼，甲放咧迄个所在，个成立咱全国第一间的实体食物银行，就是超市型的食物银行。是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讲，咱开幕迄天吼，有一个阿伯，伊请塞的时阵，塞的过程啊吼，伊目屎就流落来，吼，记者问伊就讲，因为过去啊吼，伊收到一包物资，伊讲是去共分的，伊来遮就感觉伊去买物件，互伊种感觉是无共款。我讲，这个观念是足适合伫台湾去推动的，就因为安尼，阮就甲这种想法，吼，阵若有想要来台湾来这边学的，阮就来去甲讲安尼。所以即摆台湾已经差不多120间这种实体食物银行，呀，这个过程，阮就慢慢甲这种食物银行的理念啊吼，甲规台湾啊吼，拢互因了解，然后阮即摆做足侪这方面的食物银行。是自你开始啦吼，安尼过来嘛几啊档啊。上头先咧做的时阵啊吼，其实有一个机缘啊吼，有人甲你提点讲，其实有当做这种食物银行，其实就是讲吼，伊这个朋友啦吼，你可能是你的朋友，就是甲你介绍讲，其实伊是一个机构，有认捌到这个状况，这个因缘嘛是真好的呢吼。我是讲人每一个阶段，你可能会拄到一个贵人，这个贵人的时阵，甲你的想法，还是你想要做的吼，个甲实现。我是我的生命过程的时阵，我每一个阶段，我感觉拢是上帝给我一寡祝福。我甲我的祝福，我甲实现，甲这个实现的话，嘛放在咱台湾每一个所在。所以迄个贵人甲呾吼，还个做伙到帮站这件代志啦吼。每一个阶段的贵人啊吼，包括我感觉咱的时代人是咱的贵人，阮是要做食物银行嘛是咱的贵人，包括我为企业到来这个红十字会到创造这台湾食物银行，每一个阶段，佮足侪人甲咱斗相共，包括这个实体食物银行，阮当初的想法其实2年前就有啊，我嘛找足侪场地，不过迄个发生一分钟的代志。阮去看到迄个所在，我讲，这就是咱的梦会使实现的所在。是，就是有贵人甲咱斗相共。所以讲到这个贵人啊，其实咱知影这个介虎兄吼，过去是伫咧这个企业咧做代志啦吼，尤其过去嘛是伫中国吼，有咧做这个物流啊、物资啊这个部分的这个经理，但是吼，迄2档对你来讲帮助嘛真大啦吼。我的职场，我是食头路这个过程啊，我感觉阮的头家，也是我即马新的头家。伊互我经历无共款的迄种业务服务啊吼，迄是对我是迄个非营利组织吼，是即种所在吼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吼。我是企业要做时，我做行销吼，我做业务这方面的时阵，咱去拜访人客，咱去甲解说即种物件吼。后来我去中国的时阵，阮的总经理讲，这户无你来做迄个生产管理这部分。因为咱迄是欠一个经理，生产管理甲这种仓库的管理，变作是我将来是这个
机构的时阵，阮来做实务银行的时阵，迄个最重要的。咱个甲即种理念嘛吼，放咧咱即个实务银行，所以阮做的工课，个行共款，别人所还是无共款的。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啊吼，其实就是讲伫中国这个部分有这个拍底啦吼，基础拍好在咱讲行销啦，无离本行，对你即阵咧做的吼，甲过去的这个拢有直接着。啊，其实咯，就是讲咱咧讲细汉的时阵啊，头拄你嘛讲着家庭的这个因素真重要，互你这个音啦吼，正伫较早进前，就定根伫你的心内，就是讲较早这个阿公阿嬷，还是讲这个厝内底人，有甲恁讲这个观念，就是讲，咱若有需要，咱看到人有需要，咱就来甲帮衬。厝内底人是较早对你安怎讲的？其实即种咱来去做这样的，我感觉是足自然啦。是我足细汉的时阵吼，啊，因为阮厝做生意，算过了也袂歹。吼，啊，我上早我足细汉时，我住咧嘉义市火车头边，我是做木材。吼，啊，咱个知影是迄个火车头边个足济即马所谓街友吼，因个会甲遐吼，啊，以前的即摆街友吼，人拢有煮互伊食啊，吼，伊个去固定一个所在啊，吼，政府拢有固定的斗3工。毋过台湾早期的时阵，以前的街友是爱逐间去甲弄门，吼，啊，弄门的迄人个迄个互伊1箍2箍吼，1箍2箍啊，有时个会互伊饭食的时阵，所以自阮细汉，阮阿嬷、阮阿公的时阵，又开始做这项代志。吼，啊，到这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过程。到咱即马是较有才调去帮助人的时阵，咱其实个对这个因素个去。啊，我像阮妈妈伊为足少年的时阵，到伊即马伊拢登记啊吼，就每一个月伊个寄付一寡钱，吼去互公庙啊，去互一寡基金会啊，伊个这是一种习惯啊，吼，就是安尼做养成的啦。其实讲到这个厝内底的人啦吼，啊，你即阵嘛是做人的这个时代，对着这个后一代教育，嘛是共款安尼甲传落去嘛。因为阮即种阮服务其实就有机会啊吼，去每一个县市，也是一咱阮本身的台中的迄个城市啊吼，也是一个庄卡吼，咱会使甲咱厝的囡仔个带去遐，啊去遐甲讲，咱是人这社会有足侪人需要关怀。吼，我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讲，我拄入来，阮红是入来去服务的时候，我个感觉，阮有一个少年服务队，少年服务队，伊是高中生。那高中生，我看因自细汉就接触这种社会服务，因足侪人伊毕业的时阵，伊会去读迄个社工，吼，去帮助别人。啊，即马变成一个工课，吼啊有已经为大学已经到研究所毕业的，所以即种为细汉为教育迄个因读册时阵，咱安怎去甲教育，较大汉时阵，伊个有一个正向的观念去对咱身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，我感觉是最重要的。是，所以这个部分啊吼，和这个少年辈的人嘛，使接到恁当咧做这个代志啦吼。其实咱搁要问倒来。就是讲较早，你讲厝内底啦，真正较好过。但是看到这个爱需要帮助的人，咱就是甲斗3工。其实咯，讲到你这个读册这个过程，啊，佮看到即阵的这个少年人，你感觉上大的差别伫咧课室，咱咧讲这个爱物俗物嘛吼，爱物实物啦吼，这个部分差上侪伫倒位？其实咱上早咱传统啊吼，咱对即种食物吼是希望讲。同好是食有春，你知无？是。吼，啊春其实是一种浪费。吼，啊这几年咱开始做食物银行的时阵啊，吼，咱个希望甲这种观念去做改变，包括吼，对我拄讲，其实阮厝算环境较会过的时阵，阮逐顿阮一定会食有春。啊春是啥？春就是单调，就变成粪扫。吼，啊这就是一种浪费。吼，啊！我开始接食物银行，我即马吼，逐顿我拢会控制，阮买偌济物件，阮煮偌济物件，阮个会控制。吼，啊，所以阮有做一寡迄个转化。阮以前去迄个卖场啊，去超市去买物件的时阵，吼，咱徛拢为后壁客，是因为迄个有效期限，咱用有效期限的吼，较久的已经放后壁。是。啊，较新，迄要到期已经放头前，就是。迄个要互迄个顾客啊去客的时阵，我即马拢会讲，我去看，这要到期，我个甲买转来，后去去换，这对我个人啊做食物银行做一寡改变啊。观念的改变。观念的改变。啊，那对着这个少年人，就是讲较早你伫这个细汉的时阵，恁就是这代人吼，甲
现主是这代这个囡仔，扣是这部分。即摆少年其实就浪费的啦，大部分是就浪费哦。自从拄开始的时，那个有开宗，咱台湾每一个人逐工当年单调156公斤，是吼。我之前有甲一个超市的业者，我问讲，恁安尼你有算过无？你1公斤吼，你安单调1公斤，你对恁差不多的成本是偌济？伊甲我讲，迄个差不多100块。你算下150几公斤，你甲乘以咱即马有2300几万的人口，吼，迄是天文数字，迄是几千亿的迄种浪费。是，所以阮的期待就讲，咱有法度甲即种浪费甲转化，变一寡资源来帮助咱有需要帮助的人，减少浪费，佮帮助人。我感觉这是咱我想要做食物银行想要做的一项代志。是啦，头拄仔咱冇讲到，伫咧东协广场，较早。中部人的这个印象啦，第一广场啦，较早真正真闹热，就是尾啊，豆失去安尼。不过有恁的进入了后，是加较活泼啦吼。阮拄入去的时阵吼，差不多一半做出一半。是。阮甲管委会吼，甲管委会讲，阮入来吼，阮这种一定互你有正向的能量，这个磁场会做改变安尼吼，唔像你看卖安尼吼。即马迄个第一广场啊，即马东协广场哦，其实差不多90几%拢迄个租出去也卖出去啊。阮就讲，迄是阮的功劳，因为阮入来的时阵吼，你来去看，因为阮迄个成功的，所以足侪不只是人去遐消费，足侪来是来参观食物银行。是。这个过程的时阵，咱甲这种观念拓展出去的时阵，会个足侪人来去学，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迄人只要有一个正向的能量的伫遐的时阵，规个迄个你不止你的家庭、你的公司、你的社区，第一广场，我感觉就是一种足好的转化的过程。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啊吼，所以到底这个食物银行这个实体店是安怎运作，咱做伙来看。陈介虎伫2010年创办台湾头一间实体食物银行，改变传统发送物资的方式，首创以超市形态营运的实体食物银行。发现一项吼，咱台湾早期咧做的物件吼，做的一种食物的帮助吼，拢是我有一个食物包，我有你一包物件，还是我一个食物箱，我送你一箱物件。这物件有米啊、有罐头啥物，不过不见得是伊这需要的人。吼，伊确实要需要的，吼。阵啊有法度，互伊家己来去选择，这是更加人性的做法，吼。那阮就开始有这个想法，讲阵啊，咱会使入去超市，吼，类似超市迄种感觉啊，吼。然后选择你有需要，我毋是去买1000块的物件，我互你1000点，吼。我甲迄种是市面上迄种超市的观念带来遮。入去超市内面，同款有堵车，唯一无同的是顶面无介绍，只有点数。来遮民众用每个月摕到的点数，随时兑换真正需要的物资。一块2块的时，伊个喺比较讲，我这去外口这敢若最近拍这个40块啊，等等安尼，所以我用点数，这个观念是最重要。你是怎啊是台湾看到，因这种食物银行的做法吼，实体的做法就是有了解。有点数，这拢为阮遮学来。这观念我当初的迄个想法到今嘛，这个是最成功的啦。伊个看点数就是安尼，个要去比较这是偌济钱。实体的食物银行内面，放的是募集来的食品加生活用品，拢是来自各地爱心，有个人、民间团体，嘛有济的企业加入。这是以五木拉面，是南投五木拉面，伊生产的 NG 品，所以伊的面你看吼，看起来有较奇形怪状。对，迄就是 NG 品吼，伊可能去因咧生产的过程里面有切啊，伤大地、伤细地啊是啥，等等伊个会使做另外一个包装。所以你卖是外口的量贩店超看到这种包装，伊拢互咱这种非营利组织，伊是安尼落来，我就是讲，伊这是这种最好的企业，甲这种多元的。伊讲拄开始的时阵吼，本来员工嘛。员工逐工摕面、食面食到惊，后来就讲嘛是爱单调啊，单调以后，伊个做这种方式，来找阮，我讲这最好的。开创超市的方式，互有需要民众家己来选物资，毋但互帮助更加打紧需求，嘛互受帮助的人心内真感动。第一天开幕的时阵，我找一寡迄个咱的服务对象进来去客，
啊，一个阿伯伊摔在伊个目屎流落来，伊讲我进前去迄个感觉，我感觉是刚刚去共分吼，尤其咱这种志工迄个迄个表情还是啥物吼，对伊心情是有影响着。啊来遮，阮是每一个志工吼，甲伊刹车吼，啊替甲解说吼，因为我嘛是爱，互伊即个动线啊较紧流畅的吼，所以阮有志工甲导引啊是啥呢？而且红球就好，伊讲他来这边是真的接受到服务吼，接受到服务哦，伊是就感动的，啊所以就流目屎。以实体事务银行拍响名声，嘛开始甲亚洲各个国家互相分享交流成功的经验，希望会当解决粮食无平均的现象，将浪费变成资源。咱帮助足侪人吼，去这个过程啊吼，会去做一个转化。就是讲，我不只是你食物的时阵，阮可能甲你关心，关系讲你除了食物，你有其他有需要，阮甲你斗相共的啊。咱头头讲到这个2012年哦，成立伫东协广场广场吼，这第一间啦吼。啊，其实头拄仔你嘛讲到，这个老伙啊，这个老先生，这个目屎怎样认落来？其实应该有足侪、搁较侪这个故事啦吼。其实故事足侪啦。咱因为咱这种服务啊，吼，咱有啥甲付出不只是老伙啦，有一寡是事业的。吼，那为事业的时阵，是咱政府为多你无都给低收啦、中低的时阵，其实咱会使互伊是不给呐，出来有需要的。咱帮助足侪人吼去这个过程啊吼，会去做一个转化。就是讲，我不只是你食物的时阵，阮可能甲你关心，讲你其他的食物你有啥？你除了食物你有其他有需要，阮甲你斗相共的啊。话其实伊就找无头路。阮其实有一个大学毕业啊，国立大学毕业的一个个案啊吼，伊来服务啊，拄开始也就歹势啊，毋过咱个勉励啊是啥？啊，阮甚至个介绍一个工课哦，伊。开始去做临时，就是我临时工开始就是大学毕业去做一些临时工。啊，阮同事甲讲，啊，你阵啊，会使来去考试，去考公家单位。伊即马已经是咱台中市一间公家单位里面，伊是正职人员，伊是考入去的。吼，好，伊考入去工的时阵，我知影伊个消息，伊个来去阮事务银行，吼，啊，揽着阮的志工个也好，伊讲就感谢。伊讲伊迄个过程，伊本来是想要自杀啦。伊讲我迄个阮爸母甲饲啊大，啊，互我迄个读到国立大学毕业，我无头路，吼，伊感觉足见效的，吼。啊，经过咱即个过程的时阵，不只是食物的援助，吼，啊，阮个介绍工课，鼓励伊个继续去考试啊是啥，吼，伊感觉足感动的。是，所以毋那干那是这个食物银行物资加心理的这个辅导嘛。我感觉是足侪啦，这种故事是阮这个过程是足侪。咱来了解其实咱台湾对迄个低收中低，其实咱的规定是足严格的。是，吼，所以咱有法度有甲这种，伊本来可能是要拍算的物件，咱有甲收集起来。啊，也因为迄个物资的迄个输送，吼，有法度甲建立足侪关系。台湾早期吼，这种社会单位啊，社会福利的单位去共拜访的时阵，人看到你讲唔知要来创啥，人根本啊吼，个门拢无爱拍开，心嘛无拍开，心无法度拍开。即马就好个啊，阮个甲这种物件，阮个是面包啊，是迄个，甲去甲弄门时，因看到咱摕不出来，门个拍开。啊，这个过程的其实咱甲咱规台湾咧做这种社会服务的，其实咱做转化，都是用物资安尼尔。是。啊，这物资本来咱阵也无好去运用，伊嘛是拍算掉。所以我感觉食物银行是咱迄个台湾社会发生足侪诶转变一个所在。真正咱咧讲传送物资，但是真正是传送人甲人之间这个过程，然后这直接的过程真正真重要。啊，其实咱有咧讲哦，其实咱毋是纯这个食物尔，这个是一个大一个概念。啊，其实你要甲这真侪这个这个厂商合作，其实嘛是有技巧吼。头先是有这个大型这个卖场先找着恁，啊尾啊一间，恁豆做起来，一个吸下来，安尼做好大。其实上早吼，阮后来为一个红是我成立全国式的，然后其实就是家乐福来去找我，吼。
啊，家乐福当初想讲，伊本身想要来办一个物资的募集，吼，因为法国总公司会办这是因全世界的迄个政策。啊，伊个来找阮，讲咱是毋是会使来做这项代志？伊每一个因的物件买完是外口一个火车花车，吼，啊民众买的时阵会使放咧遐，啊是有迄种买一送一这种的吼，好，啊买一送一，其实我无用啊济，我放咧遐，啊伊拍算是讲，规个台湾啊吼，拢收集起来，啊交互阮，我讲安尼是。迄个足无经济做法，以我学管理的时阵，这是种浪费。你为你每一个分店送去的仓库，这物流，吼，啊你为几个关系的仓库拢收拾起来送来我遐，迄拢爱钱，吼。我讲我来甲你找，吼各地，吼有法度摕种物资去运用的人，就是迄个所在，我就开始去拜访每一个。阮当初设定讲家乐福附近啊，佮爱找到一间咱的会议历史是去斗相共，是，即个部分，拄开始去做干粮，吼，就是买一寡迄个日用品啊，等等安尼。第二项开始就讲，这方式袂歹，咱过来开始做生鲜，生鲜就是逐工拢会单调的物件，是，吼，你干粮你甲通知我，逐礼拜。去客一届就好，啊是我过顿届去客拢无问题。生鲜，你讲你的水果、你的蔬菜、你的胖，你逐工去等的物件，你无逐工处理，其实这拢是浪费掉的。吼，啊，阮甲迄个过程的时阵，我个每一个所在，阮差不多30分钟的迄个行程内底，我个找到一间会议组织，规个网络个慢慢去串起来。哦，所以我当初差不多7个月。去拜访，去甲解说，啥物叫实物银行，啥物叫卖浪费，啊，这资源就是拢互伊的，吼。对足侪迄个团体讲，怎有遐好有，啥啦，我都去摕到家乐福的物件，我都去迄个，啊，不过我解说，这就是人想要做，慢慢去解说的时阵，啊，阮拢连接以后的时阵，啊，家乐福甲开一个说明会，吼，7个月时间，吼，啊，第二间家迄个12锅来找我就简单嘞，12锅迄时60几间店，而且足侪家乐福。内底有12锅啊，所以12锅才个外月，每2个月我规个拢甲伊的网络拢甲做起来。因为通路是看少岁啦吼。是嘿，在地资源在地连接，就是我即马是台湾设实物银行的关，在地咱有足侪量贩店、超市、便利商店，啊，有咱的干妈店啊，等等的一部分，那我都甲这资源拢甲摕过来，啊，将交互咱在地的人，都我就迄个想法咧不断的转化安尼。所以有实体，我即马开始做社区型的设计冰箱嘛，是这个过程。所以咱头都有讲到啦，亲像这个菜色啊，还是讲这个肉这个部分，其实处理这起来真正是有难度的啦吼。啊，其实讲若是无这个能力来处理，其实这物件真正真快害，真拍算。是阮还未含这企业去做，因为讲伊逐工拢会等啦，逐工拢会等物件吼。啊，咱自细汉个讲你想拍算啊吼，你要对讲讲。所以因迄话讲，我准啊落雨天个出去吼，会惊讲无注意吼，你讲的时阵，这是因事实。阮开始做实物银行，因的店长甲阮迄个因的基金会，迄个才有去迄个基金会，伊回馈阮讲的，这是事实发生的代志吼。啊，阮开始做的时阵，应该拢就开外，讲我逐工去做的时阵，啊，甚至啊吼，因迄个有一届啊吼，因一个店长去坐迄个计程车吼，伊讲，恁。迄个啥，恁即马会做即种实物银行的观念是足好的安尼，迄警察甲拍切，伊个甲因的迄个主管甲讲安尼，所以就变成因规个企业啊吼，要设即种迄个实物卖浪费即种文化，慢慢甲伊个拢做起来。所以这讲到这个企业的部分啊吼，豆豆拢甲苦我来，啊，其实这个实体店吼，其实若是真正要吸引遮的这个有需要的人，咱有啥物更较侪这个方法咧？当初是要，其实阮要做实体店的时阵吼，伊毋是一般的超市，吼，毋是一般的超市，所以咱有足侪讨论啦，吼。啊，讨论包括迄讲要定几箍，要定几点，要安怎去客，其实阮内底拢足侪的讨论。后来吼，我就讲，其实咱爱参考市价，是，吼，咱莫用迄个箍，咱用点数，因为吼，不管咱人拢会去比较，即个物件我刚伫咧看吼。这15箍，嘿，啊你这边啊吼，甲写20箍，嘿，啊毋过你怎用点个无迄种感觉，所以阮是参考市价来定点数，吼，啊另外阮就是因为迄个嘛是
观察讲米啊吼，你有迄个1公斤的、2公斤的、3公斤，你就歹定的，你就参考市价去甲定这吼。啊，第二项我就想讲，啊，佫有当人口数无迄个无共款时，怎去定安尼？吼，阮后来个定到差不多，咱即马是，主要是两个人，我就用 A 餐。3到4个人，3到4个人个用 B 餐，吼，5个到6个个 C 餐，吼啊，迄个 D 餐就是迄个7到8个人，吼，阮就是安尼开始发展这种迄个服务的迄个模式出来，安尼。是，头先你讲到这个 A 餐啊、C 餐、B 餐、D 餐等等，其实有这个个人的，啊嘛有可能是家庭的，所以这嘛是代表着这个规个整体台湾社会一个缩影呢。是，无毋对，嘿。啊，咱个只样讲你厝为大家族有阮个拄着9个10个啊，安尼讲啦 ，A 加 D 餐，这模式个出来。是，所以像这个 A 加 D 餐，恁咧服务员的时阵，其实咱头先讲到，拄则迄个例，可能是一个这个大学拄毕业的人，失业，还是讲找无头路。是。啊，亲像 A 加 D 餐，其实一个结构的这个问题佫较大。而且我讲佫一个重点就是讲，阮拄开始的时候，我讲我这料架上我的物件，阮互你。毋过你这个过程，你有看到这妈妈个带囡仔入来，迄绝对毋是咱即马目前互你的物件，我都满足的。你一罐牛奶，我拢800块。是。哦，你的奶粉的，准啊1个月用量拢1-2000块。所以，阮伫个过程里面，我阁发展第2个方案，就是阮阁有客制化。哦。针对你家庭较有细汉囡仔，你可能爱尿布，你可爱牛奶粉，吼，啊，我开始去募集，所以阮个为这个所在，个发展另外一种模式，就是讲针对这个囡仔他有需要，阮个发展，啊，为伊需要较营养的物件，阮个想办法来去满足伊。安尼迄部分是，所以这个规个整个看来吼，就是对这个食物银行开始，啊，这个有物资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企业拢啊 call 我来，其实上较关怀的，就是讲规个这个弱势台湾的这个部分，拢甲牵我来，咱有法度，互因有尊严去做每一项代志啦吼，就是讲自物资开始，腹肚顾好啊，啊物资无问题啊，啊尾啊，亲像你头拄讲的。这个失业的人会当辅导伊去做更较侪代志，互伊更较有才调来回馈咱的这个社会。啊，讲到这个回馈这个部分吼，其实像你头先讲的这个例也好，这个 A 加 D 餐这9个这个大家族也好，其实透过恁的帮站，因有豆行出来，是讲适应着这个社会啊无？哦，大部分拢是会使行出来啦。其实咱台湾只是足侪人需要斗相共，嘛足侪人会讲斗相共。吼，啊，我是扮演一个平台，平台的方式，甲这种资源去做一寡迄个整合。嘛，把这个平台是那个发现讲有其他什么需要，伊不只是物资啊，伊可能嘛有急难救助的需求。哦，像我讲的，伊可能嘛是爱奶粉尿布的一些需求，伊可能嘛会使去。迄个有需要工课的时阵，咱拢会使去甲找一部分迄个工课，互伊去做，安尼吼。啊，就是阮是用这种平台观念，甲规个这种社会福利啊，去甲迄个满足起来，安尼。是，讲到这个平台啦吼，其实咱讲食物银行，是讲你头拄啊，这个社区这个冰箱，其实拢是一个甲这个资源集中，还是讲佮送互这个推送出去安尼。其实安尼咱来讲吼，全台湾已经有偌济点啊？阮规个吼，阮的协会吼，起码有60几个会员，是吼。啊，毋过会员伊下骹佫有迄个管理，可能佫有几啊40-50个，所以规个阮的服务的据点差不多有200-300点，吼。啊，阮为2年前，我开始在发展种社区的冰箱，吼。啊，社区冰箱的是透过这个网络去做，我嘛建立差不多120几台冰箱，目前是预估到年底，阮可能会使做150台冰箱，吼。全世界上侪社区冰箱的，其实是德国，有即马有200几台。咱可能2-3年咱就超过伊。咱可能用这种网络的服务的方式，吼，用社区冰箱的方式，咱有机会成为全世界上大的社区冰箱的国家。是，全世界上大冰箱的这个国家，这个社区冰箱到底是安怎运作？咱嘛做回来看。
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成立伫2016年12月30日，由全国48个非营利组织共同组成，目的是为着避免食物浪费以及分享资源。其中伫联合会内面有2间企业的加入，和物资对大牛变成新鲜的食材。伊来找阮，就讲，我逐工单调即个迄个蔬菜、水果、面包，甚至鱼啊嘛等等的这种物件，伊嘛讲这就拍算的吼。而且为员工吼，自己丢到最后拢会就新鲜的，讲阮出去行后雷公公迄个透风落雨拢行后雷公公，安尼迄个有法度方式，会使去做无吼？我讲就简单啊，用我网络的方式。因为管出的是新鲜食材，受证者必须要有基本的设备，才会当确保食物安全。但是，不是每一个单位拢有能力处理这些食材。联合会嘛用年外的时间，才建立一套系统，让食材分配更加有效率。我们待会给它分一分啊，然后就是送到科普班去。然后那个菜啊，比较不好的哦，就丢掉。像我们12锅的食材，大部分就是有蔬菜类，还有一些肉类。那我们大概就是会分批，比如说那个蔬菜的这个部分啊，就是可食用的，那就是比较不好的，我们会把它分类，然后放在一个2斤袋的袋子，把它包装整齐。然后第一个部分就是放在爱心冰箱，然后再来就是客服班使用。又特别就是在那个肉类的这个部分，那我们可能在包装的这个速度可能会比较快，因为它怕那个就是肉质会变得不是很好。那我们也是希望说，食用的人都可以吃的都是健康。其实物资进来很多，我们其实对啊，有推一些，对，因为他们会更多。对，因为其实有时候东西太多进来，也是相对增加我们都是赶快进来，赶快出去，因为这里没有场所可以放。对啊，因为东西越放越多，对，然后又不好出去，所以要有一个类似像这么大的场所。除了提供帮助以外，秘书长开始想爱对减少浪费开始，因此伫各个社区设立爱心冰箱，和有需要的人拢会当来提。咱以前拢是咧帮助，不过开始我感觉讲，食物银行应该爱进的一步，就是讲卖浪费，就是分享的概念。阮尽量互每一个阮的迄个会员，把这冰箱管理在24点钟。把物资分送出去，一个志工队伫遐，爱因来去管理，有人去客，有人去整理，有人去放，有人去发送。这个网络就是安尼过来。社区冰箱是一种分享的概念，希望借由社区食物冰箱，关键加出来食物来减少浪费，嘛将存落来物资分享到有需要的民众手中，嘛期待对社区冰箱找转来台湾的农村进行。我观察国外迄种社区冰箱，社区冰箱大概，例如讲德国差不多是200多个，那英国他们也建制，到明年内他们建制100个，他们明年要建制100个，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这样我们如果做到300个，我们将会台湾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社区冰箱的网络。真的把咱这种在地支援在地的模式服务给在地有需要的人，就模式在台湾找到一个最适合的一种服务模式。介入理气团物资，富美男子小福星。咱要阁继续来请教啦吼，就是讲咱头拄看到可能全台湾啦吼，台湾会当变做这个世界 No.1 啦吼，就是这个社区冰箱这个部分。其实推测起来，敢有啥物困难的所在？其实我每做一项代，我拢有分析啦。所以台湾有机会去发展社区冰箱，就是因为咱台湾的人口密集，拢极重，台湾有100-200间的量贩店甲超市，台湾有万几间的迄个便利商店，所以台湾本身的资源是社区里面个足济。第二项就是咱有即摆设迄个社区的关怀据点，社区关怀据点迄种，咱会推社区的厨房，咱阁有社区的发展协会，
咱有就足特别的，咱有志愿服务的法律，是是阿扁做总统的时代，又把这个法律定为是国家爱杀的法律，嘛爱去杀。照常安尼就是讲，咱是台湾有足侪志工会使做这项代志，所以在地甲咱有法度甲资源整合起来，咱找到一个所在，甲一个冰箱放咧遐，找志工队，来去做一寡管理，咱绝对有可能成为是咱全世界上济社区冰箱，这是我的观察。我即马是这个过程，我2年前开始送这种冰箱，我就开始的时阵。咱嘛唔知影讲，这是啥物？冰箱是要创啥？等的安尼。其实社区冰箱对我来讲，就是我即马甲实体事务银行放咧社区。只是我以前是用就是了解，我嘛有足大的迄个冷冻库，我嘛有足大的迄个冷藏的所在，我甲缩小甲一个社区里面，我先放一台冰箱。那我含我的实体啊，佫无共款是实体事务银行伊上重点拢是放一寡干粮的物件，生鲜之类的所在，其实我总也是1个月甲发放一届，其实迄有一寡限制。毋过我甲冰箱放咧社区的时阵，我佫有足好的连接我社区的资源，像我讲量贩店、超市啊，甲便利商店资源，佫会使放咧咱这个所在，马上佫发放互咱社区有需要的人。宜兰啊，伊即马有44万人，44.44万人，伊即马有45台冰箱。每1万人有一个冰箱。咱台湾总有2300万人，其实咱台湾应该有迄个潜力，种2300台冰箱。每一个冰箱毋是冰箱啊，我厝诶有假的物件，我可能是洗发精、沐浴露，我最近无要用啊，我买上济，我会使放咧遐。我有一寡罐头，我可能要出国要去佚佗的时阵，我会使放咧遐。这就是我即摆做事务银行的小型化。差别是在，我当初建立我的事务银行的时阵，我差不多开150万，足俗的啦，差不多100遍，我开150万去建立。我即摆一台冰箱，免2万块，我有法度甲我本来要做的实体事务银行的观念，佮放咧社区内底。而且伊逐工咧做这样代志。阮去平阵啊，有60几个迄个志工，逐工迄个每1个月甲我运作。我一社区，我准啊5个、10个志工，我可会使啊。伊个去厝边可能一寡便利商店啊，可能量贩店、超市去摕迄种物件，还是去迄个面包店去甲这物资资源起来，放咧迄个所在。不过，阮的训练就是讲，希望你知影你社区啥物人有需要，你优先送去互伊。有假物件，我甲放咧遐去做分享，安尼就是搭着我想要做实体事务银行迄种。迄个力量是缩小版啊，就是讲，这个1万人都一个冰箱，2300万人都应该有这个2300台。其实咱咧推测落去，其实你嘛自这个本地有家己一个事务银行，已经变一个联合会啊啦吼。其实这个力量也搁较大对无？是。安尼做的时阵，个不只是阮即摆60几个会员有200-300个据点，我的目标是咱有法度2300，咱讲一半个咱有1000个据点，每一个据点准有5个人甲遐服务，有5000个逐工是咱社区里面做避免浪费，去帮助人的工作。这是我感觉这是全世界无人像咱有法度去做。是，所以自这个国外先学经验来，咱伫台湾，佫有这个台湾版的，佫有法度互这个国外去学经验啦吼。其实咱佫讲转来吼，其实你讲到你头头讲的这个菜色也好啊，这个食物也好，其实拢是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个义务啦吼，就是讲可能这个咱法律也无遐条文啦吼，所以有爱建议吼这个咱的政府单位。还是讲立法单位啦吼，来去改进的部分无？这几年其实阮为林佳龙做立法委的时代，阮就去倡议一个事务银行法，阮就希望讲其实咱台湾要设事务银行，有一寡爱去注意的，就是税的问题。咱要叫企业去甲这物件管出来时，咱互伊一寡的税的抵税，其实迄个鼓励企业去做这项代志。第2项就是国外有一种叫撒玛利亚法。撒玛利亚有种善意捐助者，我是要甲伊迄个帮助，甲伊斗相共的时阵，结果可能有人个较小贪的讲，这物件我可以甲伊退钱还是讲我一下落塞，我要甲你告。所以美国对这种有一个法律叫撒玛利亚法，对于善意捐助者，伊有一种保护条款。
第三，台湾是上浪费的所在，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咱的食安法，食安法第15条里面，对于迄个过期的物件、过期的物件，是袂使迄个捐赠的，不能捐赠，不能捐赠，其实影响就大的。咱来看咱去年啊迄个便利商店有一个联盟，有讲伊逐工每一间店差不多单调2000块的物件。这2000块每一间店。你看在台湾的超市，因为因就是安尼啦，就是讲我的 POS 咱因的迄个 POS 的系统就讲，你物件跟卖甲差不多的是，伊无希望你的柜台是迄个空的，伊个自动甲物件送来。叫到12点的时阵，你嘛是爱单调。这样一间差不多迄个2000块，台湾所有万几间店。一年差不多单调70几亿，伊的数字是安尼，我甲精算过，伊讲伊是安尼来，安尼是无毋对。那减一半就真济安尼。就是因为咱即马在法律个定这连送啊，袂使落去送，所以咱有法度甲这法律甲修改。国外因较进步的国家，因的话就是啊，我定一个叫做赏味期限，就是讲。咱台湾是讲11点59分的物件会食，过12点的物件你连送也袂使送。其实这食落拢无要紧的物件，现在11点50会使食，12点一定要单调。是，那我都甲这方面做改变，也是咱加一个叫做赏味期。赏味期的物件讲，这时间的口感。各方面是上好，过是可能较好，不过伊嘛是会使食。做哪呢？咱会使减少即个浪费。咱台湾起码就是爱进步到爱甲这种法律去做一寡修改。像国外就因为国家像法国，伊甚至要甲这种连赏味期，伊是讲无需要定这，因为咱凭咱的目睭啦、鼻子，它会使分辨这种物件是会食是袂食一安尼会使避免足侪浪费。是啦，所以咱来讲自你开始做这个食物银行，还有这个社区冰箱，甲这个法律，咱已经做头先啊，但是咱的法律也无法度对着这个骹步咧行，所以这个法律的部分真正要较加强啦吼。咱搁继续来讨论讲，其实咱的这个联合会啦，其实要推销的物件搁真济，亲像咱拄仔讲的这个物资的这部分以外，咱搁有这个续食计划吼，继续和这个物件让这个菜色也好啊，这个肉类也好，其实有这个厨房会当继续去送餐嘛，这个概念嘛。因为阮拄开始是避免浪费啦，啊，佮一寡食材啦，吼，甲这部分食材去做一寡转化，所以我有连结就讲迄个课后安亲班，咱台湾就侪很多个你个无法度附近去上什么才艺班啊是啥，无你来我这个所在免钱，是，伊家己去找物资去。找资源去帮助这社区有需要的人，咱即马甲物资互伊，咱就会使来做这部分的免费的供餐的迄个工作，也是讲摕这面包会使暗时顿来会使分互因饲大人食等等的，阮后来阮是口湖迄边，阮嘛想讲要建一较大型的迄个厨房，都嘉乐基金会有一部迄个赞助款，我找着咱台湾较善食的迄个馆就是婚姻馆，嘛找着迄个。上善食的迄个乡就是口湖乡，是。阮个甲阮这几年做食物银行的想法，甲遐实现。我做一个中央厨房，因为我不只是未来家乐福来自于这个社区里面这些超市、便利商店这种餐厅有不足干了我这个过程我嘛连接过因的供应商，这些大型卖场的供应商，而且大型卖场伊每一个月、每一天伊可能。就大量的蔬菜，上去因的卖场的时阵，一定会加准备的。加准备的，伊进前的嘛是安那，嘛是单调。即马个连接学问。是。阮甲这物件迄个客气，阮个是变成迄个美食出来。伊可能是炒蔬果啊，伊可能这物件拢会使起来。阮搁甲整理过，甲整理过以后，阮个做会使做免费供餐，恢复互社区有需要帮助的人。安尼，我感觉就是咱甲这种食物的迄个应用搁进一步。是，这个食物的这部分啦吼，互伊这个 circle 啦吼，是这个 cycle 会使更较好，这个循环会使较好较济。进前其实我有听过你这个分享啦，就是讲其实咱台湾啊，真济这个好米，好要互推销这个大家人。其实你嘛有讲到一个咧，就是讲这个国外的，然后就是一个阿嬷为着囡仔要去偷摕物件，这是一个真互人去思量这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之前是最爱讲，我感觉迄是
我要做食物银行，我嘛希望讲，这个观念是自我影响我足深的啦吼。这个国外是一个阿嬷，而且阿嬷伊迄个是隔代教育，伊个迄个饲足侪孙的吼。伊个无饭通好食，无饭通好食，伊个去厝迄个隔壁遐吼，个去遐偷客。是。偷客伊因的迄个厝边个一直要甲讲伊个偷客我的物件。几廿届啊？偷几廿届啊！伊个后来个法官掠去的时阵，个问伊的原因嘛了解。毋过法官个同情伊，毋过因为国家的法律，每一个国家啦，偷窃个一定爱判刑。是。嘛是爱罚款安尼。伊个法官个甲伊的迄个该罚的钱，法官个甲摕出来，讲。我来迄个，你在咱国家的法律，你就是爱赔钱，毋过我替你出。是。毋过伊当时嘛佮讲吼，我感觉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有罪，因为咱是咱的国家，咱互一个阿嬷为着伊的孙去偷摕物件，互人判刑，恁这是恁嘛爱有罪，所以伊个讲，恁每一个人拢爱罚款，个主动去。个主动甲迄个钱个放咧遐，互阿嬷摕转去。是，所以这个故事是甲咱讲吼，其实咱这个社会啦，尤其是台湾，无法度允准着这款的这情形来发生。其实咱咧做的就是讲吼，会当减少着这个状况，因为真正有当时散车都真济。可能去偷客物件啊，去啥物拢是安尼。这个社会这个问题豆豆这个发生啦吼，所以咱咧看吼，自这个介父兄啦吼，自这个过去红十字会啦吼，到尾啊豆豆行去这个食物银行，即马现主是搁塞这个社区这个冰箱，搁有这个续食计划等等，规个看起来这个联合会如果成立啊，伫2016年的时阵，其实安尼一路行来，嘛看到你的这个坚持，对着这个台湾吼，搁较好啦吼。咱咧讲这个法律也无较。这个周延呐，不过有看到咱安尼做，其实就是对着台湾更较好的这个一个表现。今日非常感谢这个介父兄来到咱节目现场。感谢，我嘛希望继续去呼吁啦吼，咱有搁仔侪企业，搁侪咱社区会使甲这种冰箱甲建构起来。一个社区准有一个冰箱，咱就会使帮助咱社区足侪人。是有影，所以这个自这个平台开始啊吼，咱会当看到更较侪这个平台，豆豆来建立起来，2300个变做这个全世界的这个世界之光啦吼。介如理气团不主，富美男主寿星，今日感谢大家乡亲的收看，咱后回再会，感谢，谢谢，多谢，感谢。